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字裏行間。我哋今日繼續思考致富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某啲關鍵嘅時候，你哋嘅腦袋突然間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。譬如呢，遇到一啲事情，你突然間就會覺得，哇，係呢個啦，呢個方向呢，冇錯噶啦。又或者有時候遇到啲人呢，你就覺得呢個人呢係唔可信或者可信，呢啲直覺走出嚟，但係呢，你講唔出點解你會咁諗嘅。呢一種呢，我哋可以叫佢做直覺，或者叫佢做第六感。有啲人就話啦，呢個係玄學，係迷信。但係希爾就話啦，第六感呢係有科學根據，佢唔係神秘力量，而係你大腦喺高度訓練之後自然產生出嚟嘅一種超級能力。咁 William 呢，其實係好認同有直覺同埋第六感呢件事嘅，而且呢，每個人都有。嗱，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。譬如咧，有人向你哋講大話。嗱，如果咧有啲社會經驗或者咧經常同人溝通嘅人咧，就好容易感覺到咧嗰個人咧係講大話定係講真話嘅。有時候你問，喂，點解你覺得佢講大話？可能你講唔出嘅，但係總之你就感覺到佢係講大話啦。咁呢一種咧，你話可以係透過生活去訓練出嚟又好，透過同好多人唔同溝通去得出嘅能力就好。咁咧就係有個咁樣嘅能力出現咗。咁呢種能力咧，我諗係特別喺工作上邊咧。如果你係從事嗰份工作嘅話咧，我諗更加容易會得到咧你哋個別嘅第六感嘅。我舉個例啊，譬如係做老師啊。如果做老師咧，我諗我哋啲做老師嘅朋友咧，係好可以係啲學生咧，即係未曳之前咧，你都會感受到佢想曳嘅，但係你講唔出點解，就係因為可能你做咗好多年，你有咁樣嘅感受，你有咁樣嘅經驗，你就覺得係咁樣就係咁樣啦。咁而通常咧，隨住你經驗越多咧，呢種嘅感受，呢種嘅第六感咧就越準確。喺我哋書入邊，希爾分享咗一個佢自己嘅習慣。呢個習慣聽起嚟好奇怪，但係呢個習慣咧改變咗佢嘅人生。每一晚嘅晚上咧，喺佢臨瞓之前，佢個腦入邊咧都會召開一個隱形嘅會議，而參與呢個會議嘅人咧就係歷史上面一啲好著名嘅人物。呢個隱形會議入邊咧有個人物會有愛迪生啦、達爾文、林肯、拿破崙、福特、卡內基等等。希爾就話啦，佢會喺腦海入邊咧諗住呢啲人咧坐喺佢個台隔籬，然後咧佢就會向佢哋提問，咁佢哋咧就會俾翻希爾一啲嘅意見。譬如啦，佢會問林肯：如果你面對今日咁嘅政治局面，你會點做呢？然後咧佢就會靜低心落嚟，聆聽腦海中浮現嘅諗法。希爾就話啦，一開始咧佢就覺得呢個係一個想象嘅遊戲，但係漸漸咧佢就發現呢啲人物咧開始有咗自己嘅性格同埋聲音。有一次佢喺腦入邊咧召見咗林肯喎，林肯咧就俾咗一個非常具體嘅建議佢，等佢解決咗一個困擾咗佢好耐嘅問題。希爾話啦，佢都唔確定呢啲係唔係潛意識嘅作用，定係真係有種神秘力量咧喺度發揮緊。但係佢知道咧，呢個習慣令到佢個思維變得更加清晰，決策變得更加準確。希爾繼續講啦，人類嘅大腦唔單止係一台思想嘅發送機，同時都係一台接收器，就好似收音機咁樣。你嘅大腦可以調到去唔同嘅頻道，接收到唔同嘅信號。當你嘅大腦處於高度專注、平靜、充滿渴望嘅狀態嘅時候，佢就會接到咧平時接收唔到嘅信號，譬如係靈感、直覺同埋創意。第六感並唔係隨機出現嘅，佢係需要滿足前邊所學過嘅法則。你要有強烈嘅渴望，等大腦保持高度活躍；你要有堅定嘅信心，等潛意識保持開放；你要有豐富嘅知識同埋想象力，等大腦有足夠嘅素材嚟組合。當呢啲嘅條件都有啦，第六感呢就自然會出現。好啦，今日我哋講到第九個核心。第六感就係大腦高度訓練後嘅自然產物，係成功者嘅直覺來源。睇到呢度呢，我哋已經學識晒書本入邊所有嘅致富法則。但係希爾就話啦，就算你識晒所有致富嘅法則，如果你心入邊住住呢六個惡魔呢，
所有嘅努力都會化為烏有。而呢6個惡魔就係人類最常見嘅6種恐懼，佢哋無形無色，每日都可能偷走緊你嘅財富、你嘅機會、你嘅人生。下一集都係我哋嘅大結局，我哋嚟認識下呢6種惡魔，然後將佢哋一一消滅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